日本發生8.9級強烈地震兼引發海嘯，日本股市以至日元亦都被震散。地震發生之後，日經平均指數嘅跌幅立即擴大，最終收市跌179點，收報10,254點。收市之後，喺新加坡買賣嘅日經指數期貨更加係進一步跌穿過10,000點，下跌幅度最多達到3.8%。日元嘅走勢亦都非常波動，地震發生之後，對一籃子主要貨幣全線下跌，美元對日元就一度抽高去到83.32嘅2個禮拜高位，其後日元迅速回穩，返去82.8嘅水平。日本央行發出聲明指，會評估地震對金融市場帶嚟嘅破壞，做好一切準備，喺有需要時採取行動，而且會盡力保證有充足嘅流動性，保持金融市場穩定。ONTV 東方電視財經記者李海欣報道。